拄则指挥中心嘛有讲到，讲咱甲莫德纳疫苗抢采配的第3批的疫苗，明仔载下晡就会运到台湾，大约有41万剂。为今年3月到即卖，包括咱家己买的，包括日本甲美国送互咱的疫苗，总共有485万剂。看起来哪像真多，其实要差真远，距离这个群体免疫的目标还阁一大截。这疫苗运到台湾了后，要互食先来治理。即卖有医师来提出，讲排伫第9顺位，带着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患者，应该甲因提向前，互因先来注射。每一摆疫苗到台湾，就代表每一个希望。台湾买莫德纳疫苗第3批41万剂，明仔载送到台湾。即摆指挥中心真大方证实这个好消息，是讲几点会到，要真歹讲。41万剂的航班，如果按照正常的状况，应该是明天的下午傍晚的时间。敢会像顶一批安尼，由华航的货机为卢森堡空运来台湾，这还未确定。也毋过甲算算咧，台湾目前会使摕到疫苗数量，为3月初家己买 AZ 疫苗，再加上陆续到货，以及美国、日本、立陶宛估计伫7月份到9月份会送到台湾的 AZ 疫苗，加咧差不多289万5千剂。另外，莫德纳疫苗为5月份、6月份到货，总共有80万剂。美国阁有送咱250万剂，若是阁加上明仔载到台湾的41万剂，加算算的，莫德纳疫苗都有330万剂，比 AZ 疫苗加差不多40万剂。若安尼公费注射的顺序敢会阁扩大？医生建议讲，应该将第9类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患者族群调较头前哩。癌症可能正在接受各式各样的化学治疗免疫疗法，都会使得这个族群在面对病毒的时候，它防护力会有所不足。针对第9类注射对象的顺序，指挥中心讲会阁甲专家研究讨论。面对印度变种病毒威胁，指令预望讲所有的疫苗拢赶紧到位。